最近啊，伫咧高雄市区常常出现高山啊，尤其是伫咧凤山区，这2礼拜上无有3、4只狗伫咧四界爬爬走。农业局话讲，这2个月的通报案件有较济，未到30件，也呼吁民众唔通摕物件来饲狗。伊有听到番薯的声，要食番薯啦！伫啊，伊叫伊食。夜头看厝顶，就看到一只高山啊，当咧食番薯，完全唔惊人。毋过，煞甲卖番薯的头家娘带一条，足大只啊！系啊。啊，一只呢？一只。系啊。啊，伊就讲，我就走出去看，啊，结果看到我紧走入来啊，我惊伊跳落来啊。凤山北门里的民众进前毋捌伫个社区看到高山啊，最近高山煞连续出现，有时伫厝顶跳来跳去，有时秘伫个水塔边啊。即礼拜顶北里嘛有人看到高山坐伫个电火条顶，高山伫个凤山区四界爬爬走，里长只好伫个厝顶放铁笼啊，佮准备金蕉，等要掠高山。出现足侪解。啊，阮咧以伊的体型来判断，有可能是3只，真就是咧等高山来食金蕉啊。系啊，一定要掠起来，无你一直互伊伫咧附近安尼走吼，嘛毋是办法啦。今年的年底，就大概11、2月频繁的接获到民众来通报，比较特殊，我们在鸟松。凤山这边也都会有听到猕猴通报的案件。那大部分的猕猴，大部分的通报案件都是民众在居家附近看到猕猴在游荡。农业局这2个月接到将近30件通报，已经掠到狗只。原本伫个茶山的高山，哪会行来这么远的凤山四界扫？观察高山的专家讲，即马本地就是台湾狗拍种的死鬼。毋是讲因伤济啊，所以走出去，毋是，其实是因为因本来就爱刷去别位去找新的高丁，啊，毋过咱上山就改成一个封闭的社区，伊无新的狗通入来，啊，伊若要出去，伊嘛无法度出去，伊所以较会伫都市内底走毋知影路。毋过林美银嘛认为，最近台湾狗出现伫个都市，确实有较济，因为掠到高山拢是野生的。农业局认为，应该毋是民众养饲了后放生，嘛是爱提醒民众看到高山免惊，毋通赶，毋通饲，赶紧敲电话通报。记者陈家军、刘伟哲高雄报道。